今仔下晡，渔港大游行起行，要求爱废掉私人中人的制度，由政府来负责，莫阁互渔港受到剥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目前咱国内渔港要到75万人，不过劳动部是拢无咧管，放任私人的中人违法甲因加收钱。因劳动部是回应讲，因会阁改善请渔港的机制，加强对中人的管理。 这个歌声脚步大力踏出去，2年一摆渔港大游行70场场，超过100名。伫台湾的渔港行上街路，对劳动部特聘中心出发，大声发出诉求，要求政府承担跨国骗局责任，废除私人中介制度。 目前的直聘中心其实它只能协助国内直聘，它对于所谓的跨国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的，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决私人中介制度垄断的完全的问题。最终直聘中心它只剩下一个功能，就是代收劳发属文件。 主办单位台湾渔港联盟指出，政府开放渔港来台湾超过30年，就业总数约近75万人，弥补台湾劳动力无够情形。不过渔港来台湾已经支付真贵的中介费，伫转换头家时，常常互中介业者非法阁收真悬的买工费，批评劳动部失能无咧管。伫台湾工作8年的菲律宾、甲印尼渔港拢讲，捌遭到不肖的中介剥削。 kurang terbantu ya. Namun tapi dari apa persoalan yang pernah saya alami itu adanya pungutan uang job. Ya itu saya mengalami itu 2 kali. If you are direct, first of all, the money you earn more. To choose the employer if you don't like, you can easily transfer. 游行队伍大概行大约3.5公里了后，即将来到劳动部头前接拍来抗议。雇主可从来源国 直接办理专案选工至国外引进制造业移工，截至今年11月底止，已裁罚9家超收买工费的中介公司。未来将筛选高风险的中介公司列为优先查对象。对着民团呼吁，劳动部会议会继续强化渔港直接聘请机制，并且加强管理，稽查中介，完善渔港伫台湾的工作甲生活服务，来回应外界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